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游戏了，《吞噬国度》。往后可能没有机会再介绍这款游戏了。这款游戏目前官方已经定出结束期了，就在106年2月4号，官方要结束《吞噬国度》这个游戏了。它是没有特别注明说什么原因要关闭营运啊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留这么多钻石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抽英雄吧，反正剩不到1个月，这游戏就不能玩了。好，进入主题啊，我们来抽英雄啊。抽英雄的话，就看到右边这个高级召唤，抽一次240，连抽10次2280。我预估10连抽应该是可以到5次吧，就是抽50张。好吧，不让观众等太久啊，我们就直接来抽吧。Let's go！ 抽啦！已持有的佣兵，糟糕！吉安，另外花莲的吉安，糟糕！哇嘞，连抽2个是怎样？真的傻眼。不怕，再抽，应该没这么衰吧？又持有的佣兵，昏倒。雷贝卡，这张不知道是什么好紧张。哦，天哪！这只本来就有了，昏倒。再抽，又是持有的佣兵。哇，运气有没有这么差啊？官方有没有这么黑啊？当肯昏倒了，真的昏倒了。阿萨晕，真的是晕。官方太黑了，就连要关闭还这么黑，不知道他又是持有的佣兵，完了完了，看来我的运气真的不是很好。还好官方要结束营运。哇，克罗纳4星呢，不错不错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又来一只又来一只，是什么呢？艾茉莉昏倒，都没有比较好的啊。再抽，又是持有的佣兵，运气超差。啊！官方啊，官方！哎呦，最后一个希望了，没有钻石了。哦，天哪！昏倒，没有钻石了。抽到一些好，只有刚刚那个4星克罗纳比较好了。好吧，今天就先到这啦，谢谢各位。抽起来有没有感觉特别爽？没有抽到比较好、比较好或是一些特别的英雄啊。唉，尽是一些有的昏倒。
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喽。下次应该是别的游戏了啦，因为这个游戏好像也不是说没有什么好介绍啊，就是它剩不到1个月就要结束营运了，那就不要再害大家来玩了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